老师给我们伴奏呢。你就不知道了吧？那么大制作，今天呢，我们更加的有品味，更加的有格调，更加的古典，更加的有韵味。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这么有品味、有格调、有韵味的场合，王彼得会出现呢？因为我今天到家了，我觉得这里就是我的世界哈。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将会请到的是红楼越剧团的美女明星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哎呦，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王彼得别看他年纪不大，但是资深越剧迷。真的吗？我们今天做的主题呢，又是越剧界的一大盛事，所以今天要请你这个真正的越剧迷来给我们把把关。给我们介绍一下了。对。这些朋友都是你带来的是吧？都是我带的，我跟你说啊，而且带了特别齐全。哎，从黄金一代到美女一代的都来到这里了。哎呦，所以今天你们有福分了，我跟你说。黄金一代指的是？就是一级演员。美女一代呢？这是我们带来的，年轻一辈的，都是美女哈。我们先来见识一下黄金级的，要不？好，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上海越剧院副院长、红楼团艺术总监钱慧丽，掌声欢迎！有请钱老师。钱慧丽，著名越剧演员，徐派传人，师从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现任上海越剧院副院长、红楼团艺术总监。再次请出上海越剧红楼团团长张瑞红，欢迎！张瑞红，著名越剧演员，范派传人，师从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现任上海越剧院红楼团团长。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哈。是。咱们这个红楼越剧团呢是女子越剧团，这个男的呢都是女的扮的，所以一看他们两位和装扮的英姿飒爽感特棒哈。哎，所以今天我们请两位来的，主要是谈谈最近的一场演出盛况空前呐。我们先请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盛况空前的演出到底是什么演出？是，张老师。张老师。我们红楼团从12月20号左右开始，在逸夫舞台演出了2场折子戏，还有春节期间的明星版的《梦离君》，还有接着3月8号，还有我们神秘场的一场明星云集的一场折子戏。红楼团3月8日的神秘折子戏专场到底有多神秘呢？想知道答案的观众朋友，请一定要守候在电视机前。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就将揭晓是哪几出剧目、哪些演员，敬请期待。那么这3场的综合演出，我们命为红楼团的红楼新知和群芳的一系列的3场活动演出。戏迷最关心的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黄金一代和新生代的美女们，是不是全体都会参与这一系列？这次和偶群芳红楼新知是我们红楼团的一个整体实力的展现，不光是有我们中生代的演员，还有我们通过越女争锋脱颖而出的一些青年明星，豪华阵容。是的，是不是？所以今天马上就请出他们这个红楼团的黄金一代，让我们来认识认识。掌声欢迎！那这样，我们请每位老师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个越剧迷们打一声招呼，好不好？我们是从单老师开始，好了。我是王娟老师，王派。其实对，咱们单老师是演林妹妹的。哎呦，真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掉在这里了。对，好，来。我师从王派，上海越剧院的演员王志平。对，志平姐演林妹妹，也演追鱼，还有那个鲤鱼精是吧？志平姐。今天你看美女角色，咱们志平姐多婀娜啊！你看这造型一直摆到。我什么时候不婀娜了？一直都很婀娜。什么时候不婀娜？对，很婀娜。好，第3位。大家好，我是上海红楼越剧团副派花旦陈颖。说到这陈颖今年才18岁，真的很年轻的。今年20，明年18。对，越活越年轻，真的很年轻，人家都不知道他岁数。好，下一位。我是袁学芬老师的学生华怡清，我希望你们继续关注我，支持我，谢谢你们。华老师呢是演崔莺莺的所以你看很端庄典雅是。后面一个重量级人物来了来做个介绍吧。张老师。大家好，我唱张派的，我叫张海玲。是张桂凤老师的学生。后面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不容易，2门报。小生老生一起来，在咱们红楼团就属他最厉害了，是吧？不好意思这样说，我是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的陆派小生兼徐派老生黄慧。好，欢迎。来，
下一位金老师。金老师呢，其实跟张老师是差不多的啊。我是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的金红，是吴小楼老师的学生。好，最后。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毕派小生丁小蛙，谢谢。这就是我们红楼团的黄金一代。对，而且今天黄金一代的各位老师们来，可绝对不仅仅是亮相，是，待会儿还有非常精彩的表演，敬请期待。我们先请各位老师入座。好。其实我们今天啊，责任重大。是这个除了要告诉大家有好看的演出，对，有很棒的这个角儿今天要来给我们表演之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越剧界的这个情况要跟大家普及一下、了解一下，对不对？我先问一个比较傻的问题怎么叫傻呢？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问出来就很外行，我就是想问一下，就为什么我们越剧院的红楼团清一色的全是美女呢？你这个问题啊，的确很外行，只要王彼得来回答就行了。长话短说。其实越剧的起源一开始的低都班是男子越剧，全是男的唱的。最早的时候。后来慢慢改进了，发现女的声腔，因为越剧比较柔，女的声腔各方面都非常适合越剧。在这个剧团，男人就是幕后的力量。目前全是美女团。应该说是我们女子越剧是所有的戏曲当中是比较具有特色的。对，女子小生啊，所以徐派小生钱惠丽，范派小生张瑞红。那唱小生，譬如说要有些什么特别的训练方法？不是，天生的那个素质和基础吗？就是什么样的人，有这个可以培养的苗子。对，这有选人，这有。是我觉得我先知道，比如说脸型啊、身高啊、体重啊，头发要短。这头发，他如果长得只能长得那么短，那只能唱小生。这个不用担心，我们在舞台上头发是包在里边的。就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你觉得应该有什么？像这个惠丽姐应该长得其实挺美女的，对呀，温柔的，是唱，但扮上男生就特别的英气自飒爽。这个是不是跟脸型或者气质是有关的？这个气质是后来才造就的，之前的小时候根本谈不上是一种气质。您的师傅在挑徒弟的时候会有1、2、3、4、5的条件吗？这个会有一点是这种考虑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考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小生相对呢选择脸型啊，相对就是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呢身高稍微高一点的，一般。还有您看他适合演小生还是花旦？我这个他演小生，还是演丫鬟？他演丫鬟。哎呀！丫鬟丫鬟只是一个红娘。对呀，非常好的角色。惠丽姐说只能演一个红娘丫鬟。太惨了。其实除了外形，我猜啊，就是如果是要做小生的话，声音的这个造型是不是要厚一度？对，声音当然。随着我们流派的形成，我们大家的嗓子呢，也是我们有目的性的去招一些学生。比方说宽厚一点的，对，相对来说演老生啊，小生当中嘛，唱范派更好一些。像瑞红的声音就比较厚，我的声音比他就比较高一点、尖一点。那么我就比较适合徐派。流派能感染人的。当然这不是绝对啊，这不是绝对。就好比的以前是这样的，是吧？很假的。唱完小生之后，我一直觉得这个瑞红姐的感觉还是挺英姿飒爽的。我跟你谈谈啊。这个样子是对了，有种瑞红，这个咱们也没法跟花旦比，对吧？比我们嗲。对，您跟雅婷姐、志平姐在一起，你绝对比不过他们嗲，是吧？是的。一看我就是小生，他们就我们是一种习惯。比如我们因为常年来那么多舞台上演过那么多角色了，一举一动都会养成一种习惯。所以生活中也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在生活中，2位老师也很少穿裙子啊，那都穿了，就很少妩媚。他们现在一妩媚呢，就不像。那是你们的问题，你把我们当男人看了，那我们怎么都不像。那平时你看到这2位老师走路的时候，都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概？我来演哈。一般小生呢，像这个走路外八字这样走的。这怎么觉得像在跳芭蕾的？芭蕾花旦走路这样走的。有点夸张，好像。那特别是志平姐，她走路更是这样走。这平时手也要给她打包啊？老吃力了。身体老不深，我觉得你应该去做演员，模仿能力很强。我们这个言归正传。说这，考考你，今天后面做的是美女一代哈。对。就刚才老师说的这些标准特点，你觉得今天坐在后面的哪些有可能是做小生这一行当？
小生这个行业。哎，对吧？我们不挑黄金一代，黄金一代刚才介绍了。对，我们挑后面那个美女。红楼团的明星。对。那我得告诉你们，我刚才说了一个谬论嘛，就是头发短嘛，对不对？所以我认为，我认为这位应该就是小生王淑文。哎，说对不对？不是，你得挑一个头发长点的。我先把头发短的给拎出来。王文芳，是的，对不对？哎，我跟你说，你这个就看头发不对。还有，我来挑一个，一定是吧？我觉得这位唐小玲，为什么？为什么你看脸大？他不是，没有这么说的，没有这么说的，没有，脸要稍微大一点。照你这么说，我都不敢挑了，我挑谁说谁脸大。不是的，错了，人家唐小玲是吕派花旦。你看她脸圆圆的，但是很屌。王老师旁边，杨老师，您是小生吗？哎，果然，他有棱角，就是有点像国字脸的那种，适合做小生。我觉得这个猜他是谁的游戏不能再做了，否则又得罪人了。对，咱们就言归正传吧。啊，这个由来跟我们来说，这为什么叫红楼团？哎，红楼团组建于1985年，有历史有1985年，当时呢，红楼团呢在改革的浪潮中，红楼团就动起来了。其实红楼团的前身，可能有些观众还是知道的，熟悉越剧的观众还是知道的。它的前身就是上海越剧院的二团。二团。那么我们所看到过的《红楼梦》越剧《红楼梦》的电影，又是上海越剧院二团拍的。对。所以呢，当时红楼团组建的时候呢，大家都来起名啊，就去起个什么名，你起这个名，我起那个名。后来呢，是我们一个剧作家吴兆芬老师，他说，这个团都是因为《红楼梦》开始扬名的，然后就起名为红楼。当年，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王文军两位老师主动打破大锅饭体制，创立了红楼剧团。如今，上海越剧院红楼团已经走过将近30年，成为了一个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女子越剧团。红楼团涌现了钱惠丽、张瑞红、单养平、王志平等一大批越剧明星，成为青春靓丽、流派纷呈的艺术群体。2011年岁末至今，上越红楼团推出《和合群芳》3部曲，相继亮相一府舞台。继2场折子戏专场之后，在农历春节期间重磅出击的全明星版大戏《孟丽君》，更是因为聚集了10位具有国家高级职称的演员同台献艺，空前的群星璀璨，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堪称是上海越剧界的一台春晚。我记得最大手笔的好像孟丽君啊，说是越剧界的春晚全明星阵容。全是红楼团的一线演员是吧？一起合作，我觉得有点小小担心哎。当时演的时候，我想，哎呦，怎么演呢？演个跑龙套的都是一线演员。就我们先看过一下，今天来的有参与的，请举手。请举手。参与的请举手。谁参与这个孟丽君的出戏？大多数都参与了。大多数都参与了。特别我跟你说，我觉得为咱们陈颖老师呢捏把汗，不服气。他在剧中呢是一个高级龙套就是演一个皇后，上来没2句就下去了。就2句。人家是演这个祝英台的，从头都是唱。你这不是挑事儿吗？您什么意思呢？彼得，我没觉得我是高级龙套。您觉得很光荣的，我很荣幸啊。不，这陈颖真的是非常的，真的姿态很好。他这个戏啊，演皇帝的皇后，从下场门走到上场门，唱了几句以后，一会儿就下去了。我说陈颖啊，你这个气还没有放下去，还没喘完气就下去了。那其实这个人物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陈颖来担任的话呢，也是演的也非常的好。王彼得的意思啊，简单的直白的来说，就是那出戏全明星阵容，个个都是腕儿。好，那这主角就那么一些，总有一些可能要帮忙陪衬啊，或者跑龙套。那你们那时候怎么样来做好这个？平衡这个关系，可以这么说吧，是我们上海越剧院是一个女子越剧的一个标志。对，那么今天我们红楼团已经有11位国家一级演员，11位，所以分配角色才难了。所以啊，当时我和慧丽啊，我们包括几个主要演员，我们在底下在商量这件事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把我们这些一级演员，因为我们我们这个团的亮点就是明星
云集多，对。然后呢，你太集中的时候也是个很难的，怎么把它去都能够发挥好他们的各自的优势。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想这个戏里边，我们这么多演员，这时候也不计什么名利了，关键就是咱们怎么把这个戏从原来的继承方面做一些更好的有点新意。出发点就是这一个，然后呢，在我们排练当中，我们像陈颖啊、张咏梅呢，还有吴群呢，都是新的，慧丽的更加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戏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齐心协力，是我们红楼团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实力的展示，对，也看出我们红楼团现在的一个风貌，对，说实力展示啊，我就对我这样的外行来说，光听是不行的，必须得要把那个现场那个就演一下，你得学习一下，我感受一下，你点呗，你要我点还在点唱的，推荐吧，感觉这团是你的，对，你像他们的宣传，我是红楼团的经纪人哈，如果说那个大家如果要这个没有结婚想征求美女的话，我们红楼团的有很多都是未婚啊，好，那我首先先报名，花了有主了啊，其实都没花有主了，哎呦，那你推荐一个就是特别能够体现功力的，对，最棒的孟丽君当中，最棒的之一，对，就是尤尚林，是哪两位老师？咱们是慧丽姐是吧？我们这次呢是有分成，应该说是主要演员孟丽君两个演员来的，一个是单眼皮，一个是王志平，那就您点吧，你说我跟谁演就跟谁演，好，你说我们就听，我就点单眼皮老师和你演，好不好？好，来有请两位老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钱慧丽、单眼皮、张瑞红、王志平等粤剧明星将分别献上粤剧《孟丽君》的精彩唱段。3月8日，红楼团神秘折子戏专场剧目也将揭晓答案，请别走开，文化主题之夜，广告之后精彩继续。一般都有自己的老搭档，对啊，就是老搭档搭起来好像就比较顺，是啊，如果要有新的搭档呢，可能就要有磨合之类的，有个过程。对，但我跟你说，其实钱慧丽和单眼皮就是一对老搭档，是吧？我没说错哈。那所以在这一出戏但是呢里面还是接着搭，还有个但是还但是啊，说真实点哈。全本的这个孟丽君当中的皇帝啊，咱们慧丽姐没演过全本，只演过折子戏，这次是演全本，感觉怎么样？我是担心就是拖了他们的速度，因为毕竟我是一个新的参加的一个演员，有些台词呢，它也不是像我以前演过的一些戏一样的一大段一大段，或者说只有2个角色，那这个台词呢容易背，然后他呢就是皇帝呢坐在这个朝堂上，然后呢就一会儿他要处理事务啊，你发表一下意见我就说一句话，你发表一下意见我就说一句话，这个朝廷啊还几个大臣之间还吵吵闹闹的。
那么他还要去阻止他们，越是这样的台词越是不好记，越是数量少的了。对，然后一会儿又一句，一会儿一句的，很。那你是怎么记的？所以那后来嘛就死记硬背了。我还以为写在手里呢，他们说可以写在手里，比如说忘词了，哎呀你怎么回事呀？这样我们老艺术家不会干这个，老艺术家也不干这个。我们问问亚萍姐哈，亚萍姐来。谈谈这次演孟丽君的感觉，跟这个从皇帝是惠丽姐第一次跟你搭，感觉怎么样？我们演这一则那个尤尚林，应该说在前几年已经有合作过了。那么整个戏，惠丽是第一次，应该说我跟惠丽的等于说是互相之间的那个表演啊什么的，还是非常默契的。她也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非常有激情的那个演员。他们说他们俩搭是最舒服的，因为呢，惠丽姐在舞台上就一个字亮，而且特有男人的那种爆发力，而亚萍姐呢在舞台上柔，这一刚一柔搭配的就是对夫妻。所以对她抓你一把呢，她的那个节奏感的那个分量，对，她都不一样的。恨不得亚萍姐就靠在惠丽姐的身上。这所以叫老搭档。对呀，老搭档，就我搭档很有默契的，我觉得，就是错了也可以互相补台，对吧？这个很重要。那说这个，其实在舞台上就是我们之间，我跟瑞红，我们2个小生都很难搭在一起的。对，很少的，基本上他演他的戏，我演我的戏，一辈子搭不到。但是这个戏呢，我们就在一块儿了。你们也很。我该骂他的时候还是骂他。不是您的身份也比较适合。皇帝嘛。皇帝的身份。这次孟丽君其实挺有特点的，是2个王派的学生分别演的，有一个就是咱们志平姐，你看就穿着围巾的，坐在那边的，就是咱们志平姐哈。这次演孟丽君感觉肯定也是不一样，众星捧月是吧？那个因为孟丽君是王文娟老师的那个经典的剧目，作为她的学生，我觉得能够常演孟丽君，我觉得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说这我得听一听啊，听你这个说的那么的精彩。是，我们是不是要看他们唱一段？这在台上见一下真招呢？那既然咱们这个孟丽君当中也有这个瑞红姐和志平姐搭档的，要不咱们来一段什么呢？我来点好不好？你点。我来点一个书房会，好不好？好，书房会，好，来听听看。演妻遇到了这样一位是大肆虐的小姐，真是不闻不切哦。可惜是王榜题册3月多，比起他退路真相，是你引进中后家业，真乃是瓦兵不能充其上。演妻呀，好本来是红配搭，青云有路总能上。你与他有情人总能成眷属，你无需焦躁不用慌。好，谢谢。这个我们看过这出戏里面主角们的风采啊，但我觉得我们更要去问问这次绿叶，而且别小看绿叶啊，可都是明星味儿啊。我跟你说啊，绿叶衬得好，红花就开了更加的灿烂。你赶紧跟我们采访一下这次衬得特别好的绿叶。对，我跟你说啊，刚才说到了陈颖，一上去就下来，就没多久。虽然他刚才说的，他说我心里没什么想法，当时真的没什么想法。真的没有，当初瑞红我们那个团长打电话给我，我就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红楼团是一个集体嘛，有这样一个剧目能够把大家集中在一起，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他们也是领导也是绞尽脑汁，要把我们这么多明星放在一起。其实我跟你说啊，他为什么接这个戏，还有一方面，他们没有说，我来说。瑞红姐跟陈颖姐是老搭档，老搭档出来一起跑个龙套，你说能说不吗？是不是最关键一点？这个倒还没有啊，真的没有二话，也不是给我面子。红楼团不光是我们这一批，我们的一线的，还有我们幕后的，像今天我们刚才我们的主胡啊、古板啊还有我们那个舞台监督，今天都也到了，这一些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后面给我们
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才能如期完成。所以说，大家不论分工大小，对，不论台词多少，这一次在孟丽君剧组里边特别体现了是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凝聚力的精神。对，但我觉得说到这儿，说到老带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方式。那今天无论是这个黄金一代还是新的后辈都在现场，那我们要不要展示一下这个老带新这个怎么个带法？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河恋送信》，掌声欢迎，有请。接下来，且看丁小蛙、陈慧迪、陈颖、杨婷娜两对一老一新的组合会分别演出怎样不同的粤剧风。我们共同期待的红楼团3月8日神秘折子戏专场剧目也会揭晓答案，请不要走开，文化主题之夜广告之后继续。去多与那无人听，这是我也想托你打封信，不知小姐肯不肯？你把书信交与我替你送与谁心疼？我不是书信，是看信。当心，不可失于那旁人听。趁我的口，识你的心，答应了去送要收信。谢谢两位。谢谢。那其实，在去年12月21号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团还搞了一个老带新的专场，对，就是老师辈儿的跟年轻辈儿的组合在一块儿来做表演哈。对。那刚才我们表演的就是老带新的。对，那个《山河恋送信》是真是影派和原派的经典。我们要不要问问这个年轻一辈儿的感受？跟老师合作？我就问问陈慧迪好吧？对。因为跟丁小蛙老师搭档过几次啊？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哈，感觉怎么样？在排的过程当中，咱们丁小蛙老师对你要求高不高？不高，我觉得不高啊，对你没要求的。不是，这也不行。不是，因为其实这出戏就是我们第一次搭档嘛，因为我之前是演过，其实小蛙老师是第一次，所以他第一次来排的时候，他想去你带，反过来是你带他，新代劳。不是，所以就是第一次排的时候，其实我刚刚开始跟小蛙姐排的时候一点压力都没有的，因为我觉得我熟嘛，然后。但是因为排下来的话，因为就是演员就是特别是两个人的对手戏是要有默契感的，所以小蛙老师，但是他很刻苦，而且就是他平时就是一直会问我，他说话像老师对，他一直会问我就是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很谦虚的让我就是问的，其实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说其实我也很多年没演了嘛，再说我又是小一辈的，我说我应该向老师学习的吧，所以我们就是私底下就是小蛙姐姐就是一直会问我什么什么一直配啊什么，所以就是还是蛮有默契的。所以你在他身上学到的最多的是什么？老师那种虚心啊、谦虚是我应该学习的。做人的道理。我看出来，小蛙老师肯定属于就是比较和善的，比较和善，所以学生看到他不怕。对。小蛙老师，您是抱着一个怎样的心情带新人的？我是谦虚学习，我是来学习，因为我也没唱过这个。向陈老师学习的，我是比较虚心的。上海恋呢，我是没有演过，但是跟方老师那时候就是专辑里面稍微就是拍了一点东西这样。所以呢，我这次排练的时候我很虚心，我说陈老师怎么样怎么样，私底下我们还你真的叫他陈老师啊？对，那当然向陈老师。向陈老师学习，不是，因为觉得陈慧迪呢第一次跟我搭，他说哎呦，他觉得哎呀老公一叫，哎呦我说我老了是吧，我叫我老公，所以他很小的小姑娘就是非常嗲的，我说哎呀跟你配，我说我像庞然大物，你像娇小娘子，那我觉得他
就很娇小的那种感觉，那感觉挺好的。哎，看来这一对啊，老带新是这个带的很有感觉。对，还有看下一对，还有的陈颖跟杨婷娜。其实是应该是御三季啊，偷师。其实当时的戏呢是这个钱辉老师和陈颖老师一起合作的。那这次呢，钱辉老师就不演了，自己的学生杨婷娜代替他哈。其实我知道从陈颖老师的眼神当中有很多的无奈，是吧？啊，怎么会有？没有，这搭配了怎么样？换了一个新老公，你就不要旧老公了。小的老公蛮好的。感觉怎么样的？跟大家搭起来，跟杨婷娜感觉。因为杨婷娜是他们小字辈里面徐派，属于她，因为她大戏演得多嘛，《红楼梦》啊、《御三季》啊，都比较成熟一点，所以搭起来我觉得她还是配合蛮默契的，很快就上手，对，轻松的感觉。杨婷娜跟陈颖老师搭了几次了？我跟姐姐其实搭过2次，偷师就是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通过这次演出啊，我觉得就像上了一堂表演课一样的，因为以前有的时候看老师就舞台上演看碟片，可能不是那么仔细，然后跟陈颖姐姐她就会一段戏里面她会给你拎出几个重点。然后一样，我以前说的，比方说以前我跟苏阳演的时候，只会看到老师的录像，偷师那个抢那本书啊，就只会做的那个动作而做。但陈云姐姐就会告诉你重点在哪里，你应该怎么抢，应该有低，怎么样到高。就不懂的以前就是说有点照葫芦一样的，但是跟陈云姐姐之后，她就把你几个戏的重点全拎出来了，全部抠出来。对，然后就演下来之后，觉得自己充实了很多。真的是这样。那说的不如唱的好。对，是。两位来台上展示一下吧。来，掌声欢迎。今日天有四度，好运所年难尽，强将进爵要万幸，怎奈万幸更成。哎呀，宝贝呀，是宝贝呀！哎呀，你万我死嘞！哎呀，你万我死嘞！哎，这是我真家之宝，岂肯玩你？好啊，你怎么玩，我就把你当作替身，告诉你姑娘去。哎，你告我什么？其实老带新的目的就是希望年轻一辈啊，能够迅速的、马上的、扎实的站在舞台上展现他们自己。其实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些老师们，每个人都在带学生。今天包括王慧和那个施延斌。他们也是第一次合作，像金红啊、张海玲，虽然呢，他们都是在我们大戏里边，我们是离不开他们的，他们都是我们演我们的父亲母亲哈，但是呢，但是他们呢，都是在默默的支持这些孩子们，包括舒阳呐、舒文呐，今天那个李旭丹啊，演了一个孟丽君的折子戏，他们这些孩子都非常的勤奋，然后呢，老带新也是我们粤剧院的一个传统。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不妨也给年轻一代一些这个展现自己的机会、才艺的这个机会。这个你熟？你看，咱们今天除了粤剧，你觉得坐在后排的这年轻一辈儿，还有哪些绝活可以拉出来？我跟你说啊，其实啊，你别看后面这个年轻一代，都是身怀绝技。真的，我说像吴群呢，他会吞宝剑什么的，然后真的吗？过了，开玩笑啊，真的唱歌呀、跳舞啊，什么都会啊。我跟你说，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沈舒扬。盛舒扬啊，他唱民歌唱得特别好，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杯美酒。好，掌声欢迎。我的爱情像杯美酒，一杯美酒，心上人请你把它接受，天身上的雄鹰智慧还是真棒哈！戏唱得好，这民歌也唱得好，是多才多艺，都很好，都很棒。这个领导应该不会觉得这个是不务正业吧？对，是不是有？没有啊。我说啊，我们红楼团
那个除了唱自己的专业粤剧以外，其实我们达人很多，不光是我们演员队，包括我们的乐队，真的，我们除了我们这一代以外，我们整个一个团队其实现在都还比较年轻化的，所以他们多才多艺，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从他们的身上也看到了他们的阳光，他们也付给我一些互相的感染。对，我来点个，不要听粤剧。我想听个黄梅戏，谁上那就谁。黄梅戏。哎呦，史艳斌啊，给我们唱个什么呀？黄梅戏的代表作《女驸马》。好。哎呦，那要来听一听的，来有请。为救良你家园，睡了凤凰中状元。中状元中套，冒着桂花好好新鲜呐！我也曾出过去年，我也曾当马御驾前。原来纱帽照照婵娟3月8号的时候，就3·8妇女节啊，在逸夫舞台，咱们这个红楼剧团有一个神秘专场。是，这唱粤剧还搞神秘，这是要干嘛呢？而且连我这个资深的戏迷都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演什么，对吧？神秘就神秘在，要演啥？这个节目单没出来。对，一般出来都节目单啊，今天演谁，然后根据谁去买票。但这次的节目单都没出来，没有节目，到现在还没出来，所以这个2位都在哈。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你们卖的什么样呢？你们？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因为这一场戏呢是答谢观众的一场演出，它是一个公益性的演出，票价是非常低非常低的，一般我们几十块钱啊，就人人都看得起，听真的几十块钱，真的蛮好的。因为尤其上海粤剧观众，他们对我们实在是太支持了。然后这次红楼剧团搞这么一连串的这一次的活动，也是因为上海粤剧观众对我们支持，给我们的动力，我们才有这个大家齐心协力的这么一股劲儿来做这个事情。当时谁想出这个创意？是这样，这次演出我们就是让观众来点，你们想看什么戏，想看哪个演员，然后我们这5场戏的演出，我们都发了表格，我们也根据观众填的表格当中的百分比，你们要看哪些戏。我们这一次的神秘场，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观众会点哪些戏所以神秘就是说我们是完全尊重观众的点播。我觉得这场戏就是由观众说了算，你们想看什么，然后我们演什么。我觉得这是给彼此增加难度。对，为什么呢？因为观众他也不知道，因为都很好看，自己很难挑选。我们也不知道观众会给我们一个什么结果。那么前2天已经统计出来了。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张老师，这对了，这个我在了哈。我今天我来文化主题之夜，我们的戏迷算有盼头了哈。我要亲自到粤剧院去探个究竟，因为很简单，他们排什么戏我都知道呀，我到时候就在现场公布这个答案。到底3月8日红楼团神秘折子戏专场会有哪些剧目呢？王彼得真的能在粤剧院打探出可靠消息吗？广告之后我们就将公布答案，请不要走开，文化主题之夜广告之后继续播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粤剧院排练厅啊，因为上海粤剧院在3月8日推出的是和合群芳红楼新字的神秘专场，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那天演什么剧目，所以今天我就来到了这个排练厅一探究竟。我们的资深粤剧迷王彼得此次秘密潜伏进上海粤剧院的排练厅，立刻便沉浸在粤剧的氛围之中了。你看他听的是摇头晃脑，不亦乐乎啊。不过王彼得，你可不要忘了自己肩负的任务，到底这些神秘的剧目他能不能打探出来呢？这3月8日的神秘场
你们肯定参与的是吧？不知道。你不知道啊？我们来看戏的。你们来看戏的。学习。那也不知道3月8号演什么是吧？不知道。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那你这次演的是哪首戏？还是第一次演的戏？无可分割。越剧院的女人。咱们是不嘎几个了？李老师啊，想问一下，这3月8日，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啊，这个剧目到底是怎么样？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我可以告诉你，一共有9个折子戏。这几天呢，就是说，实际上剧目单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在紧张的排练。排练如何呢？现在排练情况还是不错的。看来王彼得这一次的刺探军情要以失败收场了。不过在走之前，怎么也不能空手而归吧？你看他在舞台上与2位美女聊得正热乎，看那架势，怎么难道也想上演一出越剧过过瘾吗？好妹妹，你放心，你怎么放心不放心？我尽量。怎样？这墙角也听过了，你倒是说说这个剧目应该是哪一些？我忽略了，我没想到上海越剧院的保密工作做得如此的到家，再怎么打探也打探不出来。您不是资深戏迷嘛？你听到的只字片语，你倒给我们传一张出来。哪一些？哎，譬如说，你觉得可能唱的是谭夫有没有？有啊，老师有吗？点头或摇头。没有。没有。大金枝有没有？有吗？木有啊，木有。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东老师应该有啊。碧玉簪有吧？碧玉簪有啊。有啊，哪一折？忘在最后的吧？我们哪一折？应该是宋凤官吧？这个倒是对的。这个可以有，哎呀，保住了。这个疯的吧？不是，我是凭我的经验。最后一个碧玉簪有很多折子戏，他就一吹就一猜，他想这个密度大混账。所以我觉得我们听那个彼得的没有用，就真正的观众到底点了哪几出，我们还得现场听几位老师的。而且今天我给几位老师出难题，咱就不能说拿个单子出来，哎，第一首唱什么，第二首唱什么，咱们要请他们用唱的方式。哎，来2句，把那个用唱的方式把那个节目单给唱出来，然后彼得来猜，行啊，这个就猜对了。猜对，肯定猜得对。可以吗，2位老师？可以。好，来，我们从这里开始的。第一出到底是什么？李路言。那我唱一句，让王彼得猜一下。好。我有错，你当也是。哎呀，简单，葬花。葬花，看来有。小 case 都看了80多遍了。第2出。他那里丝丝句句诉衷心。其实我早就知道，多唱点时间。孟丽君的书房会。这是第2出，第3出。来。真是把他一起人名字亮晶晶。我唱出来了，珍珠塔呀！珍珠塔，你怎么会选这句呢？你挑战我的智商嘛？下一个来个男的。相公门楣拾剑身。西厢记啊。你来猜不是？好，错了西厢记哪里的啦？对吧？西厢记西厢记真多嘞。西厢记好像就是，反正你演老太太的那出是吧？对呀，那老太太们从头到尾我都是老太太。哪一折呢？哪一折呢？想不出了这个你告诉他是哪一折？烤红。烤红。也考到你的时候。万宝全书缺一个角，很正常。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出。下一个来。新娘子。我猜出来了，什么？这个戏里面一只港督啊，女麻的洞房，就一个二愣子，知道吧？傻瓜，小儿麻痹的。答对了哈，答对了。下一出来。那里是乡巴王刘海，逼他的口供他不肯。清楚了吗？哎呦，很熟的呢，就在嘴边，是，但是想不起来了这个是什么？这个哎呦，又缺了一个角何文秀，你不要误导我啊！我们直接你是个托，我知道你是个托。我们直接请老师来揭晓一下答案是谁？哪一出？送信。哎呦，在阴沟里了。
千金难买这一身阿油啊！来下一出，在阴沟里了。色不尽，水尽篱下，自相分楣。秦叹，对吧？谁在哪一折？哪一折？他不是他郁闷，他难过，他痛苦那一折啊！不是送别，不是送别。是什么？张老师很会误导人。勾他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叫勾打？哪有这个？不是一个鬼去勾他的那个，这叫什么来着？只有缺只脚。活捉。哎，就是要活捉你这只鬼。好，下一位，下一出。哎呀，万岁！好了，已经叫她老公了，真是。万岁嘛，尤尚林呀，孟丽君的呀，是吧？是啊，对。他可老他可了，是吧？真是可了。因为我喜欢在亚萍姐的，她有这个习惯，她不轻易会改变，所以呢，她肯定是演孟丽君的。是不是我不改观？这经典，我们值得反复的一听。对，最后一出，我们最后一出是什么戏？我不说啊。哎，您说了就不对了。我现在先讲2句念白，你猜猜看啊，是什么？媳妇姑娘爷娘个我都不肯听着，阿婆个闲话也是不会听过。哎呦，这一猜就猜出来了。是越剧界最有名的2段，一段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还有一段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碧玉簪的送凤冠。专业的极了吧？3月8日，上海越剧院红楼团神秘折子戏专场剧目现已全部公开，分别是《红楼梦》葬花、孟丽君书房会、珍珠塔赠塔、一缕麻洞房、山河恋送信、西厢记烤红、秦汉活捉、孟丽君尤尚林天香馆以及碧玉簪送凤冠。不知道各位戏迷朋友们有没有猜对呢？从今天这个测试看出来啊，这一次这个神秘专场的这一张节目单啊，果然是人人都爱、人人都知道的，非常就是热门的一些选段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告诉很多的新老越剧迷，来，3月8号，对不对？对。在哪里？逸夫舞台。一定要捧我们红楼越剧团的这个场。是的，而且呢，我们的红楼越剧团感觉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无论是生活还是排练，还是在舞台上。所以听说今天他们来到我们现场，也要带来整个团的一首歌曲。是，这也是表达他们心声的。这次不唱越剧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要唱什么。母起母落，如泪掌声。喊回答，红楼深情流转心底，轻轻诉说。粉墨人人落，谈笑过，泪花酿美酒千斟酌。